后来乡亲啊，南投德山的指南宫，每一年拢真侪人排队抢要爱的钱母，展互大家看。这个鼠仔年的设计，甲永年真无共款，是待宰的鸟鼠，还佫有真侪土豆、花生，代表这个好事会来发生。啊，这钱母的造型真喜气，佫真少年气，就是希望这个传统的文化，嘛会当吸引到少年人。 有人用手机来立翕，因为南投指南宫去年要发送上较新的钱母公开案。两只古锥的鸟鼠啊，冒这个有600毫含义的大葫芦，头前佫有真济土豆，这个土豆代表有好代志发生。而且传统就是讲鸟鼠啊带财，有兴旺的意思，所以讲这对去年的钱母真济人介意。很漂亮啊，很精致。有想要来排队的冲动？是有。 南投指南宫即摆推出的钱母，共款有分套装的，还佫有金白、银白独立的，尤其是套装的造型，甲永贵拢无共款。来这参拜的这个香客吼，甲信徒吼，很多都人性化哦，真侪较少年的。啊，所以阮今年吼，就较做较活泼、较活泼的，较少年人的这个感觉啊。 指南宫的钱母干那送无伫卖，12月31早起8点开放排队，元旦早起9点开始摕。排队前600名会使得到钱母的套装，601到1800名会使摕到金币加银币各一个，1801名以后就干那银币尔。当年发钱母，拢会有真侪人来这里排练，今年估计人会搁较侪。